有业者伫屏东邦寮当咧进行太阳能的一个供电设备，却因为现场有一部分是日本时代军事遗迹石头营，当地民众要求爱随来停干，而且家己去文化资产内面，经过几落摆的真情，27来到新地厂乡遐进行抗议。甲花语连起来，甲光电棒啊共因的册贴啊单调。代表无欢迎厂商到邦寮设场，30多位屏东乡亲透早3点对屏东出发，下早来到新竹科学园区抗议，因为光电场开发案影响生态。周边种了赤竹，赤竹是它的第一道防线，那是2次大战日军所种的。可是厂商施工他不管这一块，他把所有的赤竹全部给它铲掉，然后还把山坡地开挖，开那个边角都非常的陡，整个的地形地貌都完全的变化。来到屏东邦寮，会使看到已经架设好势的基棍，现场嘛因为大面积开发，大片的树啊已经互人撤掉去，比起过去是差有够多。种电它可以到那个比较是贫瘠的土地去种电，好，不应该在一个世界级的罕见的这个历史建构的遗产，好这边。砍树种电，我希望你们可以转型啊！你们不一定要种光电啊。委员，我们完全合法开发。负责开发的公司，就要派人出来接受真情，也发声明指出，文化遗迹的部分会保留落来，卖针对因为工程受影响的地区进行生态保育，刷落来会继续甲在地民众沟通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